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看万地。传统社会有真侪有关查某人的俗谚语，其中有教化甲劝善的意义，嘛有束缚甲警惕的含义。节目刷入去，咱继续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宏杰老师为咱讲详细。世界科技行进步，台湾文史学环科。俗语讲，人生懒，懒生人。古早传统来讲，不孝有三，无孝为大。传宗接代是世世做人的本分。即马讲到这，我先抓来讲几句甲生囝有关的台湾俗语话，互咱好朋友做参考。好歹过就会生，好歹查某就会生，A 就是需要的意思，果就是甜果，不管好歹食，一定爱会甜，不管吹了好，吹了歹，一定爱会甜。娶入来新妇查某人，不管好歹，一定爱会生囝，传后事的意思。重点呢，就是爱会生，若查某人若袂生，翁婿就有娶死伊的理由甲需要啊。见君大三分，这句俗语是讲一般的新婚入门的翁仔某念伊呢，新娘就会大腹肚啊。所以讲见着君大三分，腹肚就念伊大起来。有新的新妇，较会得到大官的疼惜，日子嘛会较好过。会生会妇是主妇，未生未妇是做田牛。做工课好尔，所以若未生的查某人、未生的新妇，实在是真可怜，来做工课尔。生囝未烫胎下，烫胎就是落胎，这是做时大人的咧怪新妇讲未调胎，无法度甲因生一个孙安尼意思。保胎较赢做月内。有新的新妇，身体爱顾养。即句俗语引申讲，咱做代志呢，都爱事前先准备好，较赢代志做了无好势，才来补救。44长囝蒂，长囝蒂的蒂，就是果子仔的蒂头。果子仔要生，拢是对蒂头生出来。所以讲44长囝蒂，就是讲44过了后。要生囝就较困难啊，较无机会啊。查某人身体生育的能力差不多到44岁长，44岁以后会生的机会就较少安尼意思。暖暖十门溪，咱的故事看万地。为了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咱特别伫今年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踊跃投稿。咱今仔日要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台北市文山区陈瑞林小姐所写的《阮的台北的三合院的记忆》，由洪昭文朗读，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三合院的记忆。三合院代表古早的记忆。台北虽然是大都市，毋过嘛是有。
老辈应该是有大过。三合院事实上是庄仔起的，阮叫做红霞厝，是以早乡民住的所在。随着台湾都市化的脚迹，愈来愈少看到啊，拢拆掉起大楼啊。台北有几间知名的三合院，毋过无大人，变成古早农业时代的遗迹，互人参观用的。亲像互人耍位去家人河边，自本伫敦化南路的林安泰古厝，也有即马龙门国中校园内的龙安坡黄体。花圃的时，林安泰古厝变成展览馆的一部分。原本伫敦化南路有定地道路用地顶悬，计划要拆除，毋过互文化人士主张要保存，刷位到公园内底。迄阵，互人抗议，才会当互古厝留落来，互市民熟悉古早人的生活。龙安坡黄体念娘机伫即卖龙门国中校园范围内，真正的主人黄家是阮兜的亲情。阿祖阿公互拆掉起大路的旧厝，离因遐无偌远。厝内时代捌讲过，黄家有人伫市政府食头路，毋过互家己厝的土地变成公共的学校用地。即马龙安坡黄体因为 COVID-19 疫情关系无开放，敢若会当伫外口看看的尔。南京西路遐是台北信义区还未开放进前较古早的商业区，罔算是大稻埕衍生出来的闹热所在。有一摆，踅街去南京西路的百货公司遐，经过南京西路甲长安西路迄边巷仔内，有一间三合院，无妨改建起大厝。这间厝的亲情拢转来办后事，伫咧招魂，是真特别的经验，较罕得看。即马伫台北，三合院是愈来愈少啊。过来是互指定古迹，也是历史建筑，定定是无人住。若是有拄着三合院，甲翕相机也是手机仔摕出来，翕几张仔相片来保存咱的记忆。你看咧，真冷霜，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烟闪闪，无像山高红的hen，金石脚，
月娘出遐灯。